台南市立病院复健科医师钟玉婷表示，肩关节是人体活动度上大的关节，而肩旋转肌群是负责肩胛头活动时的稳定性。但如果日常生活过度来使用，或者是不良的运动姿势，容易造成旋转肌肌腱的受伤。通常拢是先靠药物加复健的治疗。如果无啥改善，才会靠增生注射或者是自体血小板的 PRP 注射治疗。一般来说，肩膀拉伤的话，可能在我们用力过猛的状况下就会发生，或者是突然提太重的东西的时候。那拉伤其实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造成一些肌腱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发炎的反应。那通常在休息的状况下，然后不要再让肩膀做一些负重的动作的话，其实会自然的修复。一般来讲，应该要在3到5天内，应该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状况。那如果是受伤的机转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或者是更大的话，那可能那个慢性的发炎就有可能会造成肌腱的破裂，那这就是组织上面的损伤。那有时候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光靠休息就会改善，可能就是会需要药物复健或者是增生注射的介入这样子。增生注射呢，它主要就是因为借由一个我们施予一个外来的东西，例如说高浓度的葡萄糖水或者是 PRP 来促进组织的修复。那它们两个的差别是在说，因为葡萄糖水它是去引起一个发炎反应，来吸引我们血液里面的血小板跟生长因子来到我们这个受伤的地方，来启动一个修复的反应。那如果是 PRP 的话，它就比较直接，它就是直接把血液抽出来，我们直接把生长因子抓出来，然后打到我们想要它去的地方，所以相对来讲浓度比较高，那当然效果也会比较及时。医师强调，透过超音波导引来做注射，伊的原理就是将生长因子注伫个破损的所在，刺激组织来修复。一般大概伫个注射以后4礼拜会当追踪肌腱修复的状况。依照个人破损的程度无同，平均大约需要3天至6天的疗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